大爷，你不要这样，停下，不然我报警了。小美女，给我上一次，我给你钱，好不好？子晴，你在里面吗？小哥，救我！你干什么呢？快帮我报警！房东他想那啥我。胡说！你这是污蔑！你们没有证据，执法队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哼，反倒是你们准备好搬家吧。搬家？好啊，有钱还怕租不到房子？不过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什么事儿？既然你说没证据，那老子多踹你几脚，岂不是也没事儿？别打了！别打了！行，你们给我等着，我不会让你们好过。你也甭想好过，如果有证据，现在我就能让你坐牢。谢谢你，肖哥。没想到你平时说话那么不着道，人还挺仗义。你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咱不带这样的，就你一次也没听你夸我几句。曾经的白富美，这身材，这脸蛋，可惜家里破产了。人家在心里已经感谢你好多次了呢，就是嘴上说不出来。那你摸着良心再感谢我一次。呸！就知道你没安好心，跟房东一样坏。肖哥，我们还是尽快找房子，我怕那色老头再过来。你说的对，我马上来找。好，我今晚回学校睡，最好找2室1厅的，就我们2个人住。啊？就我们2个？行，就找2室1厅的。耗子，这可事关哥的终身幸福，你自己住在这儿吧。嘿嘿，这许美女不会是在暗示我什么吧？我操，这是啥时候拿的货？居然好多都是假的，亏了亏了！要是我没有透视眼，还不知道被骗到什么时候呢。这块倒是真货，但质量太差了。不行，我得去古玩街淘点货，先赚一波再说。肖哥，我请你吃晚饭啊，就当是感谢你今天的救命之恩。对啊，我这透视神眼可以鉴宝，彩票刮刮乐应该也可以用吧。跟你吃饭才知道你也不容易。要不我们去买几注彩票转转运？我最近确实倒霉透了，我爸这一波破产后欠的外债不知道有多少。哎，是要转转运气。怎么玩啊？我一点也不懂。很简单，刮开看有没有中奖，纯凭运气。果然，所谓几十万的大奖基本很难开出，这里面最大的中奖面额好像只有1000块。我感觉我今天运气爆棚，你听我的，换这2张。我读书多，你可别骗我。什么？30万？我操，不可能吧！我操，暴富！不愧是神眼，太牛逼了！不过我这运气也是没谁了，随便一家店都能遇到刮刮乐最大奖。哎，连续10张谢谢餐局，刮了10次都没中1毛钱。谁说不是呢？我200块钱都打了水漂。哈哈，那我还好，我50中10。啊，肖哥，200块，我中了！200，美女好运气啊！10元中200，确实很强了。羡慕啊，赚了190。我就说今天运气好吧，再刮，说不定还能再中一次大奖。好呀好呀，你也过来帮我刮，手指头刮得酸疼。天呐，肖哥，你快掐我一下！我这是不是又中奖了？图案和1000块的图案一样，我是不是在做梦？舍不得掐，掐得太疼，揉揉就好了。讨厌，这么多人呢。肖哥，我真又中了1000元。1000！我的天，真的中了1000！我刮彩票这么久，说实话还没见过中1000的，500倒是见过。是啊，这小姑娘运气是真的好。肖哥，你中了吗？要不我再买2张？别买了，见好就收。我也中了1张1000，其他3张谢谢餐具，还有1张没刮。哇，你也中了1000，你今天这运气也是没谁了，果然爆棚。这替他中了2张彩票，关系都拉近了。这运气
连续2张1000啊！不行，我得买几张沾沾喜气而已。肖哥，你还有一张不刮吗？刮呀，这不刚才没来得及吗？你中奖了，大喊大叫，把我都打断了。那你赶紧，我感觉你还能中，因为你今天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中了又中了，看多少奖金！我靠，3个0，最少1000！又是1000，这运气也太不科学了。不是1000，是大奖30万，足足30万啊！30万大奖，我中了30万大奖！我的天，30万啊！肖哥，你今天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走，兑奖去。扣完个人所得税还有24万，走，请你吃大餐。那我就不客气喽。耗子就是我跟许晴的另外一个合租室友，在拍卖行工作。喂，耗子。老弟，后天晚上我们公司有个翡翠玉石拍卖会，有不少好东西，有兴趣参加吗？拍卖会？那我的神颜岂不是可以大放异彩，疯狂捡漏暴富了？这彩票捡漏果然没那么容易，这2天跑了半个城都没刮到大奖，而且神颜也不能过度消耗。老肖，你准备了多少钱啊？我听说拍卖最容易捡漏。胖子，你别瞎整，我带你来是开眼界的，小玩几把可以，千万别下重注。明白，我就那10几万的老婆本，最多拍2块小原石做纪念。那就行。不过我神眼那可是来捡漏暴富的。我的天，这就是翡翠原石啊，比我还重还大，起拍价3500万，把我盛海的房子卖掉也买不起。别跟刘姥姥进家刮个似的，一惊一乍，看看就好。老肖，那是啥？标箱，这些翡翠原石都是暗标，看到那纸了没？写上报价，投箱子里，价高者得。这就是传说中的暗标啊！对，这些暗标全部超过1000万，我们肯定没机会。就2块好料，2块勉强保本，余下的6块全是垃圾。这一波几千万被坑的有点惨啊！胖子，旁边那些价格便宜的名标，我们倒是可以参与下。老肖，快看，超级美女！天哪，看一眼，今天来这里就不亏。邱先生。好像是帝都顾家的千金顾倾城，听说正准备从古玩界进入翡翠玉石这一行，看来传言不虚。古玩已经是瓶颈期，跨界转翡翠玉石珠宝这一块也能理解。不得不承认，这顾家千金确实跟传言一样美若天仙。为什么我的神眼好像对这些蕴含神秘能量球的古玉有一种极其贪婪的渴望？近100块古玉之中，只有8块古玉发出奇特能量波动，这些能量好像有一股奇怪的生命力，让我想触摸一下。我操，浑身好舒服，眼神变得更清明。刚刚有些神眼过度的疲劳也完全没有了。抱歉，我也不是有意的，这石头废了也没办法，谁让我神眼需要呢？不过，那还等什么？8块能量石已经全部吸收完毕，眼睛现在变得好烫。我去，我没发动神眼异能，居然这么远手机内容一清二楚。这古玉蕴含的能量可以让我的异能升级，不知道升级后的透视眼会有哪些变化。那我就从顾倾城身上试试吧。我靠！以前透视神眼只能看见皮下轮廓，现在连5脏6腑都清楚，像 CT。老肖，快恭喜哥哥，我要恋爱了！顾倾城太美了，这辈子我非她不娶。那你准备打光棍吧？别说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你也没机会。能不能别扎心？算了，先不谈女人，我给你看看我选中的几个编号，
看着特别顺眼，切开一定大涨。这块底价8000，我估计最后成交价得4万。还有这块底价1万2，绝对能超5万。咱们是摆摊的穷人，又第一次参加这种原石拍卖，不如先买一些便宜的小原石，比如92号，底价才2000，再比如167号900。那些原石太小了，切出来东西也不值钱。不过我听你的，你的运气一直不错，如果溢价不高，我就试着竞抛一下。各位贵宾，秦氏珠宝拍卖会即将开始，还请大家移步至2楼的拍卖区。有钱人的待遇果然非同凡响啊！大部分贵宾已交保证金，时间差不多，拍卖正式开始，请各位看大屏。看着品相一流，里面却是垃圾。老肖，这一块咋样？拍吗？不行，品相一流，但可能开出粗糙豆种。原石开窗，要么绿，要么冰，可内在大多都坑。花那个钱竞拍，纯粹是送财童子。也是，这一块我还是信任你的眼光。翡翠原石从差到好，垃圾豆种、内种、冰种以及最顶级玻璃种。如果按颜色分，不带色的最差，绿色为尊，红色次之，黄色和紫色也有极品，灰色、黑色等杂色，通常就是垃圾。就这块，顶级帝王绿。就这块，没开窗，重量6.8公斤，外观黑溜溜夹杂褐色，起拍价9000。这块未开窗原石翡翠，底价9000，每次加价不少于1000，或者是1000的整倍数。现在开始竞拍。贵宾4221，贵宾出价3万，贵宾336出价3万3。没开窗的石头都有人抢，这块石头我可是势在必得，是一块帝王绿啊！当前最高价4万8，还有比这更高的价吗？小姐，这一块要扫货吗？没把握的石头不拍。应该是个啥都不懂的愣头青，花4万8买这样一块没开窗的石头。48000一次，48000两次，48000三次。好的，恭喜421号的贵宾，这块翡翠原石归您了。Yes， 太刺激了！老肖，你可真敢出手啊！那块原石黑溜溜像煤块一样，你怎么敢拿下的？将近5万块！我感觉这块会大涨，就出手了。下面该你了，我要缓缓。确实刺激啊！接下来还有2块，我这24万的奖金差不多得全部投进里面。不过这一波搞不好能一夜暴富，跨入千万富翁级别。现在我宣布，最终获得1号暗票原石的贵宾是顾女士。此次拍卖正式结束，大家可以去解石区开自己这次的拍卖所得。走，老肖，赶紧去开石头，我感觉这次能赚1个亿。不过，这顾仙女家可真有钱啊，花5200万买一块原石，5200万买一块废石。废石？你先去吧，我去流拍那边看看，说不定可以捡个漏。没人拍的石头里面其实不乏有精品，可惜拍卖价太高，我压根出不起价。不过流拍后按照起拍价购买，还剩9万，正好可以拿2块。就是这一块了，五彩翡翠。这块石头起拍价8万，拍卖当时价太高了，压根出不起。没想到这下流拍，正好给我捡个漏。五彩翡翠比起3彩，稀少度不在一个量级，特别是这么巨大的，最起码1000万起步。还有一块，则是小漏，羊脂玉。其他4块石头放一放，先解一块帝王绿，来探探市场风险，最好能当场卖出去，拯救一下空虚寂寞冷的钱包。完了，全完了！连姐4块我最看重的原石啊，全切垮了！起来，你在这哭算什么事儿？
20多万是我全部的家当啊，连2万的本都收不回来。现在就剩你帮我选的那块，我都懒得切。男子汉大丈夫，输赢各凭本事，哭啥？哪有赔光？不还有最后一块吗？我要是你，就把它也切了。你说的轻巧，算了，愿赌服输，老子不抱怨了，切，把剩下那块破石头也切了。哈哈，这胖子真可怜，几十万的本钱全打水漂了，一看就是新人，当场哭除了给人看笑话，还能干啥？就是当时哥们儿我在缅国公盘赌石，输了上千万，也面不改色，后来被媳妇儿抽了几耳光，才哭出来。顾家千金的暗标切垮了，我的天！没开出好料子啊！一下子赔了几千万，这是一堆什么破垃圾啊！从中间一刀切开，没见一点绿。暗标有点坑人，刚才那位许先生的暗标原石也切垮了，不过好歹是一块巨大难种，最多赔1半。居然还想切！涨了，大涨！大伙儿都来看看，我买的翡翠原石切涨了，我切出了冰种红翡高冰。恭喜这位罗先生，他拍下的92号原石，从目前开口的红翡区域来看，至少价值几百万。老肖，哥太感谢你了，明天请你去会所，到时候卖的钱分你1半。别闹，哥不是那种人。妈的，说的这么大声，你不要面子，哥要面子的啊！罗先生，这块原石还继续切吗？靠，切错位置浪费了，原本可以掏个手镯和吊坠，现在只能做几个吊坠牌子。不过只要不全切开，看不到内铺分布，还能卖高价，这顾家千金应该挺感兴趣。胖子，别切了。对，听这位小兄弟的，切垮了反而不美。我出价200万买下这块翡翠原石。黄老板，黑心了吧？这么好的冰红，你才出200万，我出300万，一步到位，代表我的诚意。我顾家出价400万，请各位同行体谅一下，顾家新入珠宝行业，急需极品原料撑盏面，若有得罪之处，还请海涵。果然，这女人对原石很迫切。我还想再切。不，你不想。不切了，不切了，开个玩笑，我听我兄弟的。如果没人出更高的价，那我就400万卖给这位美女。顾家花了5200万买的那块暗标大原石，第2刀还是没出料。5200万啊，都打水漂了。师傅，麻烦帮我这一块开一下，就这儿，稍微磨一小层即可。这家伙之前色眯眯的看着我，难道真有开石头的本事？我的天，见绿了，有可能是极品帝王绿。怎么会？极品冰绿，极度接近帝王绿，大涨，超级大涨，确实很有可能是帝王绿，就这一个开口，几百万有了，最少几百万。不过有可能全绿，也有可能里面是裂的。这块编号为54的拍卖品，底价9000元，是肖先生花费4.8万拍下的。之所以标这么便宜，是因为几位鉴定师并不看好。什么？才4.8万？暴富啊！这回报率！肖先生，我可以采访下你吗？当时您是出于什么考虑才拍下这块原石的？我也是第一次竞泡原石，其实啥都不懂，只是觉得这个原石看着很顺眼，价格又不贵，于是就试着竞拍。第一次就有如此好运，大家估计都羡慕坏了吧？我也觉得这小子走了狗屎运。冰绿啊，比刚才那块冰红的品质更高、更大、更值钱。我们光顾着听主持人瞎吹，似乎忘了解释师傅还在切割啊！难不成他还要切一个窗口？别切了，现在停下来，我出500万。不急，既然切了就要切完，干一半停下来可不是我的风格。哈哈，小老弟年纪不大，却是老司机啊，这破路也能飙车，哥们儿佩服。是不是高手？看他接下来切几次就知道了。开你妹的车呀！老子只是叙述事实，好不好？绿了，又绿了，还是冰绿！我操，双面冰绿，难不成是一整块冰绿原石？这最少1500万啊！我靠，双面出绿比单窗出绿值钱多了。1500万，我要了。肖先生，你觉得怎么样？
我靠，顾小姐，你价格一开口就这么高，这是完全不给我们几个机会啊！双面出绿，赌性依然太大，谁知道另外两面什么情况？中间有没有断裂？而且这颜色离帝王绿还有距离，200万顶钉了。肖先生，怎么样？能割爱吗？我已经又画了2条线，必须把这些线切完，才考虑卖不卖。大涨我自然高兴，垮了就当是学费。既然肖先生这么决定了，那我们就拭目以待。这个逼装的我只给9分，余下91分留着生仔。上千万的学费真敢交，我看他一身衣服的价格还不超过1000块。别的不说，就这份心态，老子就服。要是老子开出一块上千万冰阳绿原石，甭管大小，早就乐疯了。大哥，以后你是我亲大哥，你也太神了吧！咱们第一次赌石，你就搞到一块帝王绿。只有小部分区域能够达到帝王绿级别，大部分都是冰飘绿。是，你长得帅，你说什么都对。涨又涨了，第3面出绿，同样品质，同样冰绿。天啊，最后一面我估计不切了，4面全绿。师傅，继续切。我说切4面就是4面，少一面都不算。我这神眼都已经全部看透，不过保守起见，还是看一看现实切开和自己透视看到的有什么区别。肖先生，2000万，我觉得你可以郑重考虑我们顾氏珠宝的诚意。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好的料子，随时欢迎联系我。我怕我这辈子只有这一次好运。肖先生太谦虚了，这个人绝对是高手，而且如此淡定。刚刚他色眯眯看我，应该只是错觉，错怪他了。切开了，4面绿啊，发达了！我的天，还真被他给赌对了，这4面绿可不得了啊！这么大块的正阳绿翡翠，里面肯定有帝王绿种，哪怕只是稍次一点的冰种，也价值千万。我出2200万，肖先生，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老凤珠宝。切，真小气，都4面出绿了，才开2200万。我中金珠宝行出价2300万，我顾氏珠宝出价2500万，诚心购买，保持最高出价2600万。我们少东家出价2600万。这块翡翠原石的品质不错，我秦氏最近要参加国际珠宝大赛，急需极品材料，所以就忍不住和诸位贵宾竞争了。秦少身为拍卖行的老板，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怕是不妥吧？谈不上，我只是个人喜欢这块翡翠，想买下来做私人藏品。你顾氏想进军珠宝行业，也不能阻止同行正常做生意吧？既然如此，那就按生意上的规矩来吧。3000万，这块翡翠我顾氏要定了。秦少怎么说？顾小姐豪气，这价我跟不了。想不到我秦氏拍卖行暖场废料当中也有极品大涨的帝王绿切出，真让人意外。没想到啊，没想到，顾倾城刚一出招他就怂了，这套路太骚了，老千层饼了。那我的这块翡翠就属于顾小姐，顾氏珠宝的了。如果以后有好料子开出，请随时联系我。太刺激了！一块石头净收入3000万，一夜暴富。还有其他4块料子，溜了，回家还是买捡石机自己开吧。难怪圈里收藏翡翠玉石的大佬都住别墅，而且都有地下室。这租个别墅放原石果然方便。这别墅可以啊，不过肖哥，你身家都1000万了，还租房子住？要不明天我们去订2辆豪车显摆下？买啥豪车？共享单车它不香吗？而且我还得留点钱用来投资原石珠宝。肖哥，你这就是你说的骑共享单车？胖子，我肯定是被你拉低了智商，不然我怎么可能买车，还买这么贵的？不知道是谁想进来看看车，连我这辆保时捷911都是你给我推荐的。肖哥，你等等我。许晴，能答应做我女朋友吗？赵凯，我说你烦不烦？我都说了我不找男朋友。肖哥，美女，需要帮忙吗？需要，这人老是纠缠我，整天想加我微信，我不同意，他就赖着不走。许晴，别闹了，咱们是同班同学，我想加你微信怎么了？3年了，我对你的心意怎样，你难道不清楚？小老弟，人家美女不想你再纠缠下去。美女，我看你一个人挺危险的，不如咱们一起，想去哪儿我都陪你。你讨厌了，故意刺激我同学，他性格不好，会发疯的。让他死心，以后不再纠缠你。
岂不是一劳永逸？许晴，你宁愿跟一个小流氓走，也不愿答应我的追求吗？我们不合适，你会找到更好的人。行，你们真行。我是不是做的有点过分？不，我一点也不喜欢他，甚至非常厌恶。他纠缠了我3年，最近不知从哪里听说我家破产欠了3个亿，还提出很过分的要求。行吧，那上车吧。这车还真的是你的，大 G 啊！不是，肖哥，你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所以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这车我朋友的。好吧，我还以为你突然发达了呢。唉，要真的是你的，该有多好。这么希望你肖哥变富豪啊？我就想想，反正我这辈子是翻不了身了。哎呀，你怎么哭了？肖哥，我最近压力真的是太大了，债主逼债，把我家房子查封不说，我爸妈精神也快崩溃了。3个亿，谁能还得起？肖哥，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这里太贵了，我有同学就在这里被人包养，你懂的。没走错，我们租的房子就是这里。肖行云，你别闹了，这个玩笑并不好笑。现在大家赚钱都不容易，你别为了面子强撑租别墅，没有必要啊。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朋友他最近出国了，那辆车还有这房子租给别人不放心，所以托我照料，帮付水电费就行了。我就说嘛，你也不是虚荣肤浅的人。不过我记得你家在山村，怎么会认识这么有钱的土豪朋友？这个说来话长，其实我家祖上也曾阔绰过。先不说了，咱们先看看房子吧。请进。幸好你帮朋友看家，不然这一栋别墅租下来，每月至少10来万，咱们2个赚的钱放在一起也不够月租的。什么看家不看家的？跟你说的我好像哈士奇一样，这叫照料房子，懂不？我懂，你们男人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必须照顾到。解石机，好的好的，你送过来吧。终于到了，剩下的4块石头可以好好切开来看看。先切这块吧，这籽料原石最好切，表皮下全是杨章玉级别的银丝，直接中间切开就行。有神也复试，切割真的是太简单了。这块按市场价卖5、600万不成问题，如果有人竞争，或许价格更高。这点窗口还不够，既然里面全是五彩翡翠，切开的范围肯定是越大越值钱。太爽了，这种切割简直会上瘾。继续，还有2块。搞定。你好，哪位？是顾女士吗？我是肖行云，前几天在拍卖场开出帝王绿的那个。是肖先生啊，我记得你，有什么事吗？顾女士，是这样的，我手里还有几块成色不错的翡翠原石，都是已经切开的明料，想问问你有没有兴趣拿下？哦，都是什么成色的明料？一块诺冰级别的五彩翡翠，一块玻璃种淡绿色翡翠，一块诺冰白底飘绿，核心位置有一片全绿，最后一块是羊乳级别的籽料，块头比较大。前几天拍卖会损失了几千万，家族对我很有意义。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顾女士，你还在吗？在。这样，我们顾氏珠宝旗舰店正在装修，你可以来我们仓库，刚好有鉴定师傅在，让他们帮长长眼，给你一个公道价。你到了，好的，我马上出来。4块石头在后备箱。上好的羊脂玉，还有玻璃种，五彩翡翠，四面都开口的五彩翡翠，绝对是一整块肥子啊！没想到这4块原料比这家伙电话里形容的还要好。肖先生，请。
5200万的大料啊，顾倾城应该还是没死心，想看看里面有没有真料。还行，里面确实有料子，就是有点小，但要切很多刀才会被发现，没高手估计就直接切废了。品质不错，内外如一。这块羊子料看边缘的粉末痕迹，应该是刚切出来的，很细腻，是极品。我跟骆师傅的鉴定一样，这块五彩翡翠也是稀品，市面上非常少见。小姐可以4块全部打包，都是好东西。骆师傅，那你觉得打包价给多少合适？总价，我们顾氏珠宝可以开到2800万。我勒个去！这些人出的价格比我的估价都高，我想着2600万撑死了。这顾氏不愧是豪门，财大气粗啊！肖先生，我们对你的原石明料非常满意，而且估价符合市场价。如果你对我们的估价不满意，还可以商量。看来顾家确实很急迫，想要进军珠宝业，不惜高出市场价收购。那啥，其实我竞拍这些料子花费很多时间，买了一堆废料，最终才开出这些精品。咱们第一次合作，价格能不能再高一点？肖先生，第2次合作了。这样吧，我们顾氏珠宝正在筹备，需要大量精品料，可以在一定范围溢价收购，2900万，如何？行，顾小姐大气，那就这么着吧，2900万成交。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肖先生，有兴趣看一下我们前几天拍的那块暗表翡翠吗？行，看一下。行。小姐，我们俩都觉得这块原石不能切，切垮几率太高。你看这片黑纹，还有这里的石裂，通过光谱分析，里面不可能有什么好水种。我不同意你们的鉴定结果。我认为这片黑纹正是好水种翡翠的一种外露，就跟古玉在表皮产生沁色一样，可以切。不说大涨，至少保本。骆师傅，你这是在赌啊？是啊，这风险太大了。哎，对啊，这家伙应该有点实力，要不请他看看？肖先生，你觉得这块原石怎么样？是涨是垮？啊？问我啊？我只是一个赌石界的新人，什么都不懂，全看运气，我也看不准。肖先生太谦逊了。这样吧，如果你能给出一个准确的预测，切开之后不管怎样，都给你100万的戒眼费，你觉得怎么样？戒眼费100万？好像戒眼费是按切开原料本钱的1/10收吧？那这块原料肯定不止1000万，赚大了！你们有钱人的生活都是这样朴实无华的吗？随便一句话都以100万为单位。肖先生说笑了，前提是不管涨垮必须准确。果然100万的佣金也不是那么好赚的。行吧，我觉得会涨，涨多少不敢肯定，但绝对是有赚头。为什么？年轻人，说说你的理由。我只是凭感觉，我一个新人，理论知识当然远比不上各位老师傅。真是好笑，我们鉴定了一辈子的翡翠玉石，难不成还不如你这个年轻人的感觉？这太荒谬，太可笑了！哈哈哈哈！鉴定翡翠原石，一靠眼力，2靠经验，3靠运气，唯独和年纪无关。若论年龄，我比你们都大，也没几个听我的。诸位师傅，别吵了，隔行如隔山，不管结果如何，我都感激各位的努力。我让肖先生帮我鉴定，无关技术，其实就是想多找个解释的理由。现在理由找到了，那就切。行，既然顾小姐这么说，那就切吧。反正我们已经尽力了，就算切垮了，也不能怪我们言之不预。肖先生，你觉得呢？算了，送佛送到西吧。我觉得这样切比较妥当。肖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切？我觉得这里会有一个天然的裂痕，也就是表皮上这个裂纹的纵深延续。这样切开，刚好可以省一刀，也能最大限度避免原料浪费。还没见识过能不扣工具和仪器，一眼看出裂痕切口的。就是年轻人，不要这么信口雌黄。好，我相信你，那就这样切。
专业的解释间必须尽快建好，特别是隔音方面。是顾总，明天就会办妥。顾小姐，已经切好了，料子在冲水。怎么样，长了吗？还是请几位师傅看看吧。好，我看看。长了，大长！恭喜顾小姐！竟然长了！果然是隔行如隔山。我们经验再丰富，也有打眼的时候，不然早就成富翁了。我服了，切口位置跟画线完全吻合，就像是亲眼能见到纹理一样。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吗？我只是运气好，几位老师傅千万别介怀，你们的学识和经验是无价之宝，而我的好运气只值100万。这次真的是多谢肖先生戒眼了，去给肖先生转账100万，入账的时候标注是戒眼费。是，顾总，我这就去办。肖先生，以后有什么好料子，请一定记得我们顾氏珠宝。如果有其他合作项目，也可以随时联络我。好说，承蒙顾女士看得起我，以后有机会一定优先合作。现在银行卡上加起来已经有5000多万现金，是时候去南方碰一下运气了。顾小姐，再见。深海这地方只能小打小闹，都是别人挑剩下的废料原石，真正的好料子还得在南方大型赌石市场。下一站，南方，冲击更高的财富。顾总，萧行云这个人有些奇怪呢，以前从未听说赌石界有这号人，而且他的穿戴也不像有钱人，这奔驰大 G 也是刚买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身为商业合作伙伴，最好不要探寻，只要能给我们带来利益，必须保持敬意。是，顾总，我也只是在心里随便想想，想也不要想，去忙吧。萧行云，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云哥，咱们什么时候去南方玩赌石？就这2天吧，我把盛海这边安排下就动身。我听人说，最近南方要举办几个大型翡翠原石展销会，应该有不少好料子出现。我有透视神眼，去赌石场发财很合理吧？如果回来的时候咱们钱没输光，就坐头等舱。你忘了，你连开3块废料的恐惧了。2位是肖先生和罗先生吧？没想到这么巧，我们前几天在秦氏珠宝行见过，还聊过几句呢。您是朱重九，你喊我老九就行。我有自己的珠宝行和雕刻工作室，曾竞拍过你那块帝王绿，只是没法和顾家竞争。小本生意没办法。原来是九哥，久仰，好说，我去上个厕所。云哥，这人无事送殷勤，非奸即盗，咱们可得当心。我可听说赌石界有很多黑心商人，专门套路用假翡翠骗我们这种刚入行的新人。是的，谨慎点总没错。没看出来，死胖子你长进了吗？嘿嘿，2位也是参加私会翡翠展销大会的吧？今年不同以往，有大量缅国翡翠商人参展，品质提升很多，被业界称为赌石行业的盛会。2位到时候如果能开出好料子，不妨考虑一下鄙人，价格绝对公道。哇，真热闹啊！这就是翡翠玉石展销会啊！能不能成为亿万富翁，就靠这一波了。云哥，咱们从哪里开始？就从大门口第1排开始看，多看多问多听少买，遇到合适的就可以买一点。记住，别都买了，留个50万在手里。好的好的，我明白。有事随时电话联系。我只带他来玩赌石，不能一起弄。赌石这一行最忌讳合伙，不管切掌还是切胯，总会产生分配不均的隐患。幸好死胖子也是个聪明人。没想到这些摊位切掌的几率竟然有20%以上，
切平也有30%，切跨正好一半，也就是一半要输。这还是全赌料的情况。这些开窗的半赌料涨的几率更大，但本身价格也高。之前在秦氏珠宝竞拍的那些原石，标得底价是真不高啊，5到6万，这里高了整整好几倍。不过拍卖行切涨可比这里难多了。我现在身怀透视神眼，赚大钱问题不大，但用哪种方式才能最安全、最快速，而不会被人注意到？像之前拍卖会当众解释竞拍来钱方式最快，但这种得少用，一直开出极品翡翠，就算是傻子都会觉得有问题。这一行的水可是很深的，不过有罗胖子帮我挡枪，至少可以分担一下火力，先赚到本次展销会的第1桶金再说。男人有了钱才能更坚挺。就是你啊！极品全满帝王绿。云哥，你猜我买的这些翡翠原石花了多少钱？多少钱我猜不到，但我估计你把钱花完了。我让你至少保留50万的翻本资金，你现在能保留20万，我就能高看你一眼。知我者云哥也。我现在还保留10万的本钱，但我买的原石真不错，感觉好极了。我觉得能一夜暴富，赚上1个亿。1个亿，这4块能卖个100万就不错了。你200万收的吧？倒亏100万。不是吧，云哥？你说真的？开个玩笑，排队吧，你先切。2块原石，1块20万买的废料，用来掩人耳目，而另1块才是能让我一夜暴富，用160万买的极品满帝王绿。完了，怎么可能呢？明明这3块石头我感觉都很好的。怎么了，胖子？云哥，三块都废了。还有最后1块，切吗？切，全切。恭喜了，应该涨了。对了，你这块原石多少钱买的？90万买的，能涨多少啊？90万买的，那估计涨不了多少，你自己看吧。应该100万能出手，让你在保本的基础上小赚一点辛苦费。差不多，你这个价格现场出掉比较好。好吧，100万就100万，总比全部亏了好。早知道就不赌石了，有那几百万存着吃利息，也够我舒服几年了。云哥，如果咱们把本输光了，就回去干老本行吧。行，真输完不摆摊还能干啥？这块石头废了，垮了，又垮了。这个胖子的运气真不咋地呀，一转眼几百万就没了，真可怜。赌石不就这样，一刀穷一刀富，一刀披麻布，习惯了。最后1块就算他切出帝王绿，我都不稀奇。这最后1块原石的切割线路有点保守啊，为什么擦边切？难不成那胖子最看好这块？怎么切？顶端蹭一下开个窗就行？让所有人误认为是胖子买的，可以减少一点风险。对，就蹭一下。我跟你们说呀，这里一个帝王绿翡翠吊坠就价值几百万，比萧行云那个装逼货的奔驰大 G 贵多了。你他妈连奔驰大 G 都没有，瞅瞅人家开奔驰大 G 的人，你脸不脸红？呵呵，等会儿我带你们到解释区，给你们现场直播，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富豪。我的天啊！帝王绿这么大块的帝王绿，老子3、4年没见到了。1个亿，就这一刀，至少让这块原石价值1个亿。太疯狂了！这胖子的运气太好了，我承认我嫉妒了。这次展销会我来值了，见证了快要破产的胖子瞬间变成亿万富豪的全过程。看到了吧，家人们，这就是帝王绿，这么大块的，最起码几千万起步。我出8000万，你别切了，就这一刀已经把绿面全部展现出来了。别扯淡了，8000万往哪儿买这么大的帝王绿？我代表秦氏珠宝行出价1个亿。等一会儿，我们少东家马上就来。看到没有，家人们，这才是真正的富豪，一块翡翠原石就值1个亿。那些把奔驰大 G 当宝贝的暴发户，和人家相比，至少差10条街。火火抢，这块翡翠原石旁边站着的，好像就是买大 G 的萧行云。萧行云，你怎么在这里？哟，这不是老班长吗？好久不见，我和朋友一起买点翡翠原石，凑个热闹。老板，还要切吗？切，按照划线的切。这块价值1亿的翡翠原石是你买的？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咱们是同学，我就是关心你一下，怕你被骗了。滚！别在这里碍眼，我和云哥正忙着呢，你没看到？有罗胖子在前面做挡箭牌，
以后也不能再这样公开解释了，曝光的几率太高，风险太大，得尽快结束，避免节外生枝。秦氏珠宝行的少东家到了。这石头能否割爱？我愿出价1个亿。1个亿啊！我的乖乖，果然一刀成就亿万富翁了，这运气也太好了吧！秦总，你得等下，第2刀不切出来，谁来了都不卖。你就不怕切垮了？一旦切垮，这1个亿可就没了。怕切垮还玩什么赌石？既然敢切，我就有把握。那就按照罗老板说的，再切1刀。绿，还是帝王绿！天哪，上下开窗都是帝王绿，这不会是一整块的帝王绿原石吧？太不可思议了！绿，还是帝王绿，很好，非常好，这一刀又涨了。我秦氏珠宝愿意出1.2亿。哼，1.2亿就想买这样的料子？秦家是不是做低端市场做多了，忘了高端市场的行情了？我大福珠宝愿意出1.4亿。竟是大福珠宝的采购部总经理，他竟然亲自出面竞拍这块帝王绿翡翠原石。现在极品料子如此稀缺吗？大福珠宝占据全国珠宝行业半壁江山，秦氏珠宝在大福珠宝面前那都是小弟级别的。周总亲自出面，看来竞拍的意向很强烈啊！呵呵，竟然是大福珠宝，这可是整个翡翠玉石行业财神爷级别的存在。今天看来是要发大财了，1亿能卖，竞拍多卖个几千万问题不大。周志奇，你这么加价有点坏规矩吧？溢价太多，势必引起原石市场新一轮涨价，原料价格太高，我们都没法赚钱。我这是溢价吗？不，秦少东家，你对我们大福珠宝了解太少。我觉得这块翡翠做成成品后就值这个价。你这是抬杠！我说原石价，谁跟你讨论成品价了？既然你有意要竞拍，那我就奉陪到底，1.5亿！我的天，1.5亿了！秦氏珠宝果然财大气粗，这价格都快翻1倍了。哼，那就开始呗，1.6亿。你，算你狠！还以为这家伙能多跟几轮，没想到跟上次拍卖行一样废物，虚晃一枪就逃了。这么虚的吗？3秒都坚持不了，1秒就谢了。这就走了？秦氏珠宝果然不敢涉足高端市场。既然如此，那我大福珠宝只好接盘了。这位先生，你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不怎么样，我出1.8亿。我去，这谁啊？这是顾家那个千金吧？真豪啊！直接加价2000万。是他，顾家要转型，显然迫不及待了。就是让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大小姐负责这块业务，未免有些儿戏。不过不吹不黑，顾家这千金长得还真的是仙女下凡。顾倾城，怎么哪儿都能见到他？萧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我顾氏珠宝刚开始进军翡翠玉石行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大型的展销会，也不放过任何一块好料子。那这对我来说可真的是大好事。原本我估摸着这料子切开后最多卖1亿多，1.4亿就差不多了，没想到直接爆到1.8了，甚至还有冲高的可能。顾氏珠宝还没开业，连店名都没确定呢，就敢和我们大福珠宝竞争高端原料，你确定你是认真的吗？店名叫什么无所谓，反正都是顾氏产业。我只是想要竞拍我喜欢的料子，和谁竞争并不在意。很好，我们大福珠宝就喜欢这种无知者无畏的行业新人。这块帝王绿原石，我们大福珠宝要定了，2亿，2.21亿，2.3亿。我去，这比一开始都翻了1倍了啊！太好了，那死胖子赚翻了。这种竞争架势，还有冲高的可能。顾氏珠宝是翡翠玉石界的新人，大福珠宝是资深大鳄，两股新旧势力的冲击，对我是大利好。2.4亿，2.45亿，2.6亿。疯子，真是疯子！你这个不懂市场的疯子，你出这么高的价，根本没法赚钱。赚不赚钱无所谓，主要是我喜欢这块料子，而且我有钱。
肖先生，你觉得2.6亿这个价格怎么样？还满意吗？肖先生，你觉得2.6亿这个价格怎么样？还满意吗？啊，哈哈，这是罗大钊罗先生的翡翠，具体你跟他谈。不过我觉得这价格很不错，可以交易，配合下顾小姐。对，这是我的翡翠。要转账还是支票？2.6亿可不是小数目。顾小姐怎么就不相信这是我的原石呢？连多看一眼都……肖先生，最近几天我一直在展销会，如果有好料，希望你直接给我电话，咱们可以私下交易，在免费解石区竞拍交易。太高调了，对你我都不太好。你有钱，你说了算。确实，在免费解石区交易太高调了，容易出事。这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胡国强，把现场发生的情况详细报道一下。老肖，你在私会市的翡翠玉石展销会做什么？那块刚切出来的帝王绿翡翠，是不是你的？和朋友在翡翠玉石展销会赚了一点小钱，看到胡班长了，只是嘴巴很臭，差点挨打。发个红包，希望大家劝劝他，让他每天按时刷牙。哈哈，班长嘲讽错了对象。刚还说你开奔驰大 G 抵不过一块帝王绿翡翠吊坠，结果老肖直接开了块帝王绿原石，做100个吊坠都没问题。笑死！胡国强瞬间被人打脸，胡国强滋味爽吗？抢了一个500的大包，感谢肖老板，肖老板大气。1万的红包，哈哈，1分，笑死我了！1万的大包。胡国强居然抢了1分钱，让你看不起老肖。要我说，胡国强这逼脸皮真的厚，刚刚这么说老肖，还抢他发的红包，幸好只抢了1分钱。云哥，只怪我今天激动上头了，不然也不可能一口气花了200多万，亏惨了。要不你帮我一把，只要能回本，我就老老实实回去摆摊。胖子，赌石风险很大。我也不能保证可以吃一辈子，今天赚了，明天就有可能赔光。我只能说尽力帮你，但不保证你一定能赚钱。我懂，我都懂。来，这杯我敬你，明天就拜托了。哈哈，真巧啊，这不是肖先生和罗先生吗？咱们又见面了。原来是朱老板，你们还没吃啊？我和朋友都吃过了。无妨，就算吃过了，也可以坐下来聊聊嘛。我给你介绍下，这位是缅国的丹托先生，圈内著名翡翠商人，有自己的翡翠矿区。幸会，你好，我在私会市也有一家翡翠原石店铺，你若有兴趣玩几轮，我可以给你打折。多谢，有机会一定过去。我们吃好了，你们随意，我和朋友回房休息。哎，好。这人戒心挺强的，不过他手里有钱，而且是新人，只要设个局，定能把他手里的钱全部骗出来。骗这些新人没多大意思，我那个矿坑快空了，最近已经挖不出翡翠原石，需要几个肥羊接盘，你帮我物色一下，到时候亏不了你。哈哈哈哈哈哈！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云哥，那个朱老板阴魂不散是什么意思？要不要我搞他一顿？别看我胖，我家传武学很牛叉的。别闹，就你这体格，别说打人了，自己走路都喘，怎么打？我以前在部队受过重伤，用的药含有大量激素，身体无法控制变胖，这才无奈退伍。但我功夫底子仍在，打3、5个同级别的不成问题。行行行，知道你厉害，但我们出来是求财的，打架解决不了问题。再说朱老板只是有些诡异，并没对我们出手。好吧，我听云哥你的。胖子，就这块吧，应该能涨。云哥，这回我能回本吗？只要回本我就不干了，这一行太心累了，比我当年在战场上厮杀还累。这10几块里面就1块能涨的，不过能卖800万，足够他回本了。
嚯，想不到胖子你还上过战场，真的假的？真的，我是特种兵，小规模的战斗我参加过很多次呢，立过2次2等功，最后一次重伤，差点牺牲了。我求求你别吹了，说的跟真的一样，我信你还不行吗？你还是不信啊？已经有人在暗中跟踪，不知道是不是昨天开出一块帝王绿，引起某些人的注意了。唉，垮了，只是豆种，还不带色，卖不了几千块。唉，这块也垮了，里面有裂缝，实感太强。完了完了，这回真的完了。云哥，如果我输光了古玩街也没脸回去，你就收我当司机吧，每月随便给点零花钱就行。行，就凭咱俩关系，给我当司机，我给你开高薪。放心，足够你养活保时捷911的。涨了，大涨了，切出来一块玻璃种的好料子。我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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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了！这个胖子又切涨了，昨天他切出一块帝王绿，卖掉了2亿多呢。死胖子的运气也未免太好了吧？这一块玻璃种的翡翠虽然没有色，属于透明翡翠，但是也至少值大几百万。我认识这胖子，昨天也切涨了，等会儿得跟着他，看他挑什么料子，我也跟着选。对不住了，胖子，这正是我需要的效果，让所有人都以为是你的水平。谢谢云哥给我一个回头的机会，我真不想再赌了。前面切垮的时候，真吓死我了。希望你说的是真的。胖子，咱们分头行动，你装作还要买的样子，四处询价闲逛，但千万别真买。我再挑几块，准备带回盛海切。明白。云哥，怎么样了？我带着这群孙子溜达一圈，快累死了。果然像你预料的那般，我想买啥，他们就抢着买。干得漂亮！等我再开出一块小涨的原石，就请你吃大餐，再附送一顿宵夜也不是问题。肖老板大气，以后就跟你混了。我把最好的料子都已经买到手，索性再去挑几块大型的，让顾倾城那边帮我开了，反正没人注意我。顾女士，我这里又买到一块品相不错的翡翠原石，还没切开，但涨的几率很大。你有私下的解释地点吗？肖先生，我们又见面了，真是后生可畏。我听顾总说了，最近一段时间，你已经独涨了几块极品翡翠原石。不行，哪怕下次顾倾城给的价格再高，也要换一家抛售翡翠了。这目标太过暴露。老师傅，你说笑了。我这才开出几块翡翠啊，和你们这些老前辈相比，差远了。至于切垮的原石，那就更多了。来吧，先看看肖先生的这块料子。综上所述，这块原石的赌性很大，可以见绿，但绿有多少说不准，也可能一条线，可能一大片，再加上这裂缝，所以价格并不会太高。肖先生，这块原石你多少钱买的？老板开价1000万，我砍到880万，图个吉利。哈哈，你可真能砍！老板喊价1000万，其实并不高，但这块原石让我遇到，我真不敢下手。5成涨5成跌，所以不如买其他更有把握。所以喽，赌石赌石，不切开谁也不知道涨跌。但从几个绿点的连贯纹理来看，出绿的可能性非常大，那就切开看看吧。开始吧。顾小姐实在是太客气了，谢谢，我自己来就行。肖先生不要拘束，承蒙信任，你卖给我顾氏珠宝的几块翡翠很受雕刻师傅喜爱，以后可以加强合作。只要是好料子，我顾氏珠宝来者不拒。互利互助嘛，以后一定加强合作。接下来得低调了，必须控制好时间间隔，不然谁都会怀疑我。这。
怪，居然能开出这么一大片绿飘花，真是罕见。萧先生的运气让老朽没话说，裂纹到绿肉的时候都自动消失了。真漂亮，这么纯净均匀的飘花绝对少见，而且胜就胜在均匀透亮水润。骆师傅，估个价。顾总，这才第一刀，不再切2个边看看情况？不用了，他选的料子几乎都是皮薄肉多，表里如一。不是吧？这么单纯的吗？就因为我出了几块石头，就对我如此信任？反正时间也不急，还是再切2刀吧。每一块在边缘位置，再切开2厘米厚的皮。好，那就按萧先生的意思去办，但不影响我们先估价。既然如此，老朽就按市场价格说说自己的意见。如果整体质量如一，价格可以开到5000万，但因为水头极好，又没杂质，价格还能再往上提，可适当加一些。5000万这价格，跟我心里预估差不多。最重要的是，它足够大，足够平整，可以掏很多镯子出来，几乎没有浪费的地方。萧先生，这样，我给你一项附加的额外估值，以及我们顾氏的友谊，总价6000万，可以吗？顾总豪气啊！萧先生，后天如果有时间，陪我参加一场大型的翡翠暗标拍卖会，怎么样？到时候您跟骆师傅作为我的赌石顾问，投标成功的原石，我在3天之内全部切出来，可获得切涨金额的10%分红。你准备拿出来多少本钱竞拍暗标？这个10%的分红是怎么个分法？按每人选择的石头分，还是平均分？我们顾氏珠宝准备了10亿资金以及5亿的额外预备资金，参加这次的暗标拍卖会。至于按石头分还是平均分，这个我们可以再商量。总金额15亿，有这么多钱，为什么不参加缅国的翡翠公盘？那里的价格不比国内的2道贩子更低吗？顾氏珠宝马上要开业，今年的公盘已经错过，明年的公盘又来不及，所以只能忍痛参加国内的暗标拍卖。好吧，我考虑一下。我能理解，但请萧先生考虑一下我们顾氏珠宝的诚意。考虑好了，随时给我电话。顾总，听说你们顾氏珠宝急需优质翡翠原石，我帮你们介绍一位缅国的老板，他手里有一批老坑料，大量交易的话，绝对比市场价便宜。萧老弟也在啊！巧了，我只是随便逛逛，刚好遇到顾总，就进来参观一下。既然是朱老板介绍的朋友，那就到茶室聊聊。萧先生，如果没事，也一起过来听听他们的报价，对你了解整个翡翠市场也有好处。丹拓先生是缅国有名的翡翠商人，他手中存有一批帕敢敞口的精品翡翠原石，这是真正的老坑料，品质极高。之所以急着出手，是因为丹拓先生的一个翡翠矿坑出了点问题，急需大量资金更换新设备。缅国的同行知道此事后，压价太狠了。请问丹拓先生的矿坑在哪个场口？据我所知，帕敢场口早就无矿可采了吧？我以前在帕敢场口有一个矿坑，所以有存货。不过我现矿坑在多摩场口，但新料不如老坑料。你们如果喜欢新料，我也可以大量提供。那你们带样品了吗？看样品报价。带了，我让人送过来，就在外面的车上。东西送进来。萧先生，你也帮我长长眼，看看这一批帕坎老坑料的品质如何。萧先生年纪轻轻，怕是对老坑料的鉴定没那么有经验吧？我就随便看看，有骆师傅这样的专家在，我只有学习的份儿，哪有能耐长眼？就这一块帝王绿，勉强回本，其他全垃圾啊！顾总，
萧先生，骆师傅觉得这批怕赶敞口的老坑料子还不错，你觉得如何？不是，这20多块原石只有1块能长，这也算不错。我看不出来。骆师傅既然觉得不错，那应该不差吧？反正让我买，我是不敢买的，总觉得差点意思。哦，那我再考虑下吧。毕竟这一单不是小数目，我需要谨慎考虑。应该的，这是我的名片，确定要合作时再给我电话。小肖，你觉得这批料子有问题？料子没什么问题，确实是怕赶敞口的老坑料，只是感觉不太好，没有让我怦然心动的感觉。你们知道的，我赌石靠的就是感觉，感觉不对，我是不敢买的。我去打个电话，让人调查一下丹拓在缅国的资料，还有那个朱重九，也要调查一下。那个萧星云是什么意思？他竟然看不上我们这批样品，这可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样品，连这都看不上，那其他料子在他眼中岂不是垃圾？只要把他骗到我们的仓库，我会想办法把他身上的钱榨光，再找人警告他，别再乱说话。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这家伙必须把他给处理了。胖子，怎么回事？嗨，别提了，你让我引开那些跟踪者，我就到处看原石，我看中哪一块，他们就抢，然后全切废了。然后这帮家伙就改变方案，想要招揽我，把我堵在没有监控的角落里，想要谈合作。然后你拒绝了，就被一顿暴打。胖子说的轻巧，过程肯定不简单。哎，这一行实在是太危险了。如果不是胖子替我挡枪，这顿打就是我了。幸好这是在私会时，如果去瑞丽边境更危险。我们都只是新人，在这个城市举目无亲，以后必须再谨慎一些，不然吃了亏也没法报仇。枪伤？难道这货上过战场不成？对，低调，我以后肯定低调，再也不嚣张了。明天我再买一些小原石，咱们就回盛海。对，回盛海，在这里我没有一点安全感。看来这顾氏珠宝的顾问也不能当了，为了赚那10%的抽折，把命搭里面，不值当。谁啊？您好，先生，我是酒店服务员。今天周六，本店有免费的宵夜提供。不需要，我们不饿。先生，这是我们的工作，送出的宵夜需要收集评价的，请不要为难我们，请开一下房门好吗？有问题，我们已经被人给盯上了。那怎么办？先堵门，我来报警，你看看能不能跳窗。不好，他们可能发觉了。走！订个19楼的房间干什么？我又不知道会有人冲进来。你们是谁？想要干什么？肖先生您好，我们老板想请您帮忙赌个石。你们老板？哪个？请。不是，你们请人是这个态度吗？这跟入室抢劫有什么分别？对不住，请吧。我想肖先生也不希望我们用一些特别的手段吧。要是我不愿意配合，会有什么后果？您一定不会想知道的。那也就是说，我没有别的选择喽。让我赌石，至少生命应该是能得到保障的，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哎，带路吧，还请把手机留在这儿，
去的地方比较隐秘，我老板不希望打草惊蛇。肖先生，套上吧，为你们好，因为要去的地方不能暴露。呵呵，还想隐藏路线？等我逃出去，第一个报警，让你们的窝点暴露。我还以为会被带到荒郊野外，没想到居然是这里。下车吧，两位，我带你们走。哈哈，老子押中了！7号原石大涨啊，老子赚了3倍！快，给我也来一块！原来是赌石黑市，看来是我暴露了，有人让我来替他赌石。哎，果然不能这么高调。老板，这就是萧行云。这几天在翡翠展销会连切几块大涨翡翠原石的人就是你吧？真是年少有为啊！赌石圈里的人喊我马四爷。马四爷好。四爷好。不要客气，请你们来就是帮我赌石。你们应该知道这是什么。一人帮我赢3场，我保你们在这里相安无恙。靠，你这里才是最不安全的。这货估计就是因为赌石输了，才被人打断了双腿。我们不会赌石啊，我们都是瞎蒙的。这几天买了那么多原石，就切涨了一点点啊。呵呵，你可能只切涨一点点，但你的同伴切涨的可不少。我主要就是请萧先生来的，你只是附加。好吧，四爷，罗胖子确实不懂赌石，而我仗着运气好。但你也知道，神仙难断玉，我赌赢了几块，但输的次数更多。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我不管你凭啥赢的。胖子不会赌，那就都你来，赢6场，我派人送你们离开，10%的佣金奖励，怎么样？不怎么样，老瘸子以后最好别落到老子手里，不然我弄死你。云哥，你还别说，这什么马四爷对我们还挺好的。你当然好了，上去拼命的是我。10分钟之后，萧先生上场赌石，你同伴在这里等着，赌输一场，四爷让我打断他一条腿。哥，拜托了，你可一定要赢啊！我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一定赢？那该怎么办？如果能活着出去，我给你买全世界最好的轮椅。5位赌石师已上台，投注通道也将在3分钟后关闭。还没有下注的老板，请尽快下注。我靠，1号赌石师也太年轻了，他行不行啊？我还是选个年纪大的赌石师吧，至少经验丰富。我下5号，1号一看就不靠谱，太年轻了，会没断奶吧？萧行云怎么在这儿？他和马四爷什么关系？萧行云怎么在这儿？他和马四爷什么关系？这个人很邪门，突然在赌石界冒尖，针对他的圈套先暂停，等我摸清他的底细再说。就这块了，最值钱。各位赌石师可以随意观察这些翡翠原石，看中哪一块抢先选中，这样别人就不能再选。所以速度也是判别胜负的关键。那我岂不是赢定了？不过这10块石头都是垃圾，也就我挑中的那块比其他稍微涨一点。小姐姐，我现在就可以选了吗？您选好了？原则上是可以。什么情况？这家伙是赌石师吗？这么瞎搞，哪有选这么快的？不是，你这个小同志怎么不讲武德呢？就是，我们还没看明白呢，你怎么就选好了？我们这些老同志不要面子的吗？年轻人选得快不代表选得好，你这么急，等会儿输了可不要哭鼻子。哭什么鼻子？我是被马四爷抓来的，输了要被打断腿的。啥？打断腿？怎么可能？都什么年代了，最多没有奖金分红罢了。地下赌石虽然不合法，但也不算违法。原来如此，那说明确实没什么危险。还有最后1分钟，各位赌石师请尽快选定翡翠原石。这个表现好。
这个可以，我看这个表现好。时间到，开始解时。先开1号，哈哈哈，1号那菜鸟肯定是块废石，绝对的，压根都没看，直接就挑了一块。涨了！冰冻种白底青！什么？怎么可能？我靠！有没有搞错？1号居然开出了冰冻种白底青，走狗屎运了！哈哈，老子压中了，3倍赔率啊！1号小帅哥无敌！只可惜老子只压10万，早知道就压100万了。操！本来我压1号，后来又改5号了，20万打水漂。肃静，才开了第1块，后面还有4块要开。这还开个屁呀！肯定1号赢了。就是冰种白底青，基本稳了。万一后面开出帝王绿呢？这个垃圾也配称赌石师？我的50万啊！这家伙居然真的赢了。本来只是随便碰下运气，看看市场中新出现赌石师的水平，是运气还是真本事？老板，第2场胡老板要求提供原石，他在监控室骂骂咧咧，说我们作弊。哼，如果赌石能够作弊，我直接杀回缅国公盘了，还在这里玩什么地下盘口？同意他的要求。是，老板。不愧是我云哥，给力！我纯粹是运气，没看出来我随便选了一块。是运气，不过四爷不是说了吗？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刚刚那赌石师说马四爷的威胁是假的，不会打断腿。要不要试试？我如果场场切掌，肯定没法活着离开这城市，所以下一局必须输，试试这个马四爷的反应。胖子，对不住了，苦一苦兄弟，也是为了你好。肖星云，请准备一下，马上进行第2局。我倒想看看，切出废料输了1局会怎么样。1号，切出废料。我就知道这家伙是个废物，连续2轮开出了废料，第1轮果然是蒙的，我信了他的鬼，下次再压他我就是狗。这是马四爷果然是恐吓人的，连续输2局都没把我怎么样。果然是狗屎运，赌石哪有那么简单？给那胖子一点教训，再吓一吓萧星云。是，老板。死胖子这么惨，这么快就被人打断了双腿。萧星云，如果你再输，这死胖子2条胳膊就跑不住了。骨头没断，只是绑上了纱布绷带。呵呵，果然只是威胁。我也想赢啊，但是神仙难断玉，谁能保证自己场场赢啊？涨！你看这萧星云，除了第1场蒙对之外，已经连输了4场。不用说，这一场铁定也是输的。前面3号赌石师可是开出了一块极品玻璃种冰绿，我已经等着收钱了。哈哈，10倍的赔率，爽歪歪，1000万啊！什么情况？帝王绿，是帝王绿！哈哈哈，发了！20倍赔率，400万到手！我就知道1号赌石是最牛！
不可能，怎么可能？1000万，我的1000万！哎，又疯了一个。大起大落，赌石不就是这样？但这一场也太邪乎了，谁能想到兵律能碰上帝王律？这家伙运气实在是邪门。下面我宣布，第6场胜利的是1号赌石师。这家伙太邪门了，装的还是运气。运气不可能次次灵验，他绝对是个鉴宝高手。那我们的计划还得慢慢商量才行。赌石水平还凑合，6局2胜，33.33%的胜率。再练10年8年，技术稳定后，可以去缅国公盘试试手气。这瘸子确实神经病，搞这么大阵仗就为了这点钱。这是答应你的佣金，出去后不要乱说话。把2位贵客送出去吧。看在你给了我200万的份上，我就不把你们的窝点举报了。吓死我了，我真以为回不来了。你的腿没事了？刚才不是被他们打断了吗？他们骗人的，只是在我腿上打了2棍子，缠上纱布，让我装作腿断了。没断就好。走，咱们连夜返回盛海，这里没法待了。没背景和势力在翡翠市场玩赌石连续大涨，早晚会出事。这几天哪怕这么低调，竟然也被人盯上，差点丢了性命。赶紧走，赶紧走，一刻都不能多待。咱们直接打车去机场，马上回盛海。齐师傅，刚才1号赌石是真跟你说，他是被马四爷抓来的？是的，确实如此。他当时似乎顶着很大的压力在赌石，同时还把他住的地址告诉了我，说如果最近有失踪案件，求我帮忙报警。马四爷这个老混蛋就喜欢玩赌石新人的野路子，以后肯定会栽在上面。33.33%的赢率，将来不出意外能成为一个鉴宝大师。胡老板说笑了，赌石者千万，又有几人能达到50%的大师级水平？我今年60有1，赌石一辈子，综合赌赢率也只是41%左右。赌石这一行，终究还是看运气。胡老板，没别的事儿，我先回岗位盯场子了。去吧，看好底下的场子。王半仙王总，这个点给我打电话，也不怕扰人美梦？我敢在这个时候给你打电话，自然知道你没睡。王总的眼线真的是遍布天下呢，真是可怕可怕。不跟你开玩笑，三眼邪佛的案子结了，盛海把缴获的文物转交到帝都博物馆，但是邪佛缺了中间最重要的一枚玉质树眼。什么情况？说是在追捕过程中摔碎了。唉，真是可惜，我没能亲眼见到这件充满传说的诡异古董。死了疯了那么多人，才把三眼邪佛从陵墓中挖出，结果便宜了帝都博物馆。没事儿，我有照片，可以发给你看看。既然它已归帝都博物馆，我就没办法搞了，合作就此终止。记得把痕迹清理干净。只能如此了。看着好邪门，怪不得接触到三眼邪佛的人，不是疯了就是死了。我只是看了一眼照片，就差点撑不住。胡老板，你是哪位？这些玉石碎片怎么在你手上？来路正吗？你喊我大金牙就行。三眼邪佛的第三只眼睛，圈里人都在关注。他本该随佛像一起送到帝都博物馆，但现在落到我手上。你觉得他来路正不正？也是，如果来路正，就不会藏头露尾了。闲话少说，开个价吧。1000万，去潘家园我的店里交易。是你傻，还是我傻？总共108颗碎片，1个亿，在盛海交易。等你到了盛海，
我再告诉你交易地点。不可能，整个三眼邪佛才值多少钱？第三只眼睛碎成这样了，还有什么用？最多给你2000万。1分不少。我在盛海等你1天，1天后我会再联络其他买家。大金牙，盗墓圈里至少有10个叫大金牙的长眼人，鬼知道你是哪个。不过他能摸到我这个号码，应该和王半仙脱不了关系。呵呵，刚才还让我清理痕迹，转眼就把我卖了。给我订一张连夜去盛海的头等舱机票。稍等，请进。胡老板您好，我们老板问您还赌吗？怎么不见您下注？不赌了，没意思。告诉马老四，以后赌时就老老实实的请赌石师傅，乱抓免费的苦力，容易翻车。是，我会向老板转达的。对不起，老板，由于时间仓促，最近一班次的头等舱和商务舱都没订到，只订到了普通舱。行吧，那就将就一下。私会市的马四爷，我记住你了。这不是马四爷抓的那个新人赌石师吗？萧先生吗？我在翡翠市场见过你，你很厉害哦。你好，我们认识吗？就算以前不认识，现在也认识了。我叫胡丽丽。就这2手机号，就充满了浓浓的土豪味儿。哦，不是富婆味儿。肖星宇，幸会。你们也去盛海？我在城隍庙有家分店，以后说不定有合作的机会。这位女士，飞机即将起飞。好的，马上。肖先生，保持联系。藏宝阁的老板，我的天，那可是咱们城隍庙最大的一家古董店，也有高品质翡翠玉石出售，简直日进斗金，比咱赌石还赚钱。你特么能不能声音小点？怎么，你们对古董这一行也有兴趣？我可以让店里的师傅带带你们哦。你们这一行水太深，我们普通人把握不住，容易出事。水深不深，只有亲自试过才知道。别人说什么不一定是真的，关键看你的本事硬不硬。我感觉车轮从我脸上碾过去了。这女人，老司机中的老司机，一语双关，红颜祸水啊！这才是我们盛海最顶级的有钱人啊！而且还是个沉鱼落雁的大美女，那气质，那身段。行了，打车回家。林哥回来啦！你邮寄的原石我让人搬进地下室了，已经检测过了，总共12块，和你发来的照片一模一样。好的，小晴，吃早饭了吗？这么早就去学校啊？我去学校吃，食堂里饭菜便宜，而且今天我们班有个节目要排演，我得尽早过去。不说了，我赶时间，拜拜。好累，好困，好饿，但完全不想动。只有缩在熟悉的家里，才找到一丝久违的安全感。要是我的透视眼有攻击能力就好了，这样就能自保。有这样的异能，我不去赌石，以后该做什么才能赚钱？去国外赌场，那更危险。如果一次赢几千万或者几个亿，估计连场子都走不出去。我的透视眼想要升级，需要大量的古玉，购买玉石肯定需要大量的金钱。唉，烦躁。前段时间，盛海破获一起盗墓团伙贩卖古董案件，经过多日调查，已经结案。只是相关古董在转交帝都博物馆途中，有几件珍贵的古董在运输车上被盗。各位观众，如有相关线索，警方将提供10万奖金。盗证更加。这玉石我怎么感觉这么熟悉？整体吧，会伤我的眼睛。我想要把这些玉石碎片给吞进去。我操！我想起来了，这他妈不就是那天我在城隍庙崩伤我眼睛的玉石吗？到底什么来头？我的神眼就因为这玉石击中才有的。刚刚看到那血眼玉石，我不是想把它吞进腹中，
而是吞进眼睛里。似乎那玉石碎片中含有让我眼睛极为稀缺的物质。你们看新闻了吧？三眼邪佛的预言又被盗了，安保也太松懈了。乾陵，但凡接触过这尊佛像的人，已经接连出事100多人了，十分邪门。乾陵一直完好封存，根本没有被盗传闻，这消息多半是以讹传讹。三眼邪佛，难道我的神眼就来自于这个古董的树眼？不行，我得去城隍庙一趟。肖老板，最近几天怎么不见你和罗胖子过来摆摊了？家里有点事儿，等处理完就回来摆摊。什么古董，什么古玉，全是假的，神也没发现一丝能量。希望这些大店里面有点真货吧。先生，欢迎光临。店里有什么正宗的古玉吗？有的，请跟我到这个柜台。有些古玉，不管是沁色、包浆、刀工、斑行，都极像真的，但它身上偏偏没有那种神秘能量，所以是假玉。这一排都拿出来给我看看。柜里每一块都有标价，那4块真古玉和假古玉的标价竟然极为接近。那我就不客气了。先生，是哪里不满意吗？我再看看。好舒服，就跟按摩一样。接下来我神眼每天使用的时间应该也会变长。先生，4块都吸收了，不付钱倒也不好，就买1块吧。这块我要了，不用包，直接付款。好，这边请。居然不讲价就买了，这才是真富豪啊！其实这些玉可以还价的。这个瓶子我能拿在手里看看吗？没想到不仅仅古玉有能量，古董上面也有。可以是可以，不过得拿到柜台上，您再观看。明白，古董不过手嘛。好的。这个瓷瓶是什么朝代的？多少钱？这是宋代耀州雕刻青瓷瓶，价格是480万。什么？哎，太贵了，超出我的预期。先生觉得什么价位合适？咱们可以谈谈。算了，真买不起，我再看看。整个店除了那瓷瓶和4块古玉，居然全是假货，真是家黑店。15万买块玉，顺带白嫖这家黑店一个宋代瓷瓶，3块玉，就当是惩恶扬善喽。先生慢走，欢迎再次光临。这就是狐狸里开的分店吧？据说他主店在帝都潘家园，规模更大，在圈里享有盛名。进去看看，白嫖下。销赃的，包里面不知道装着什么，万一是古物呢？可以吸收能量，看看去，说不定也可以白嫖。先生，下午好，请问您需要点什么？我随便看看。你好，掌柜的办公室怎么走？我已经预约过了。救命啊！救命！报警啊！保安！保安！那种极度饥饿、极度贪婪的情绪又来了。别打了！快帮我把地上的玉石碎片捡起来！有特特乖乖听话，我们兄弟不杀人。都别动，蹲下！巧了，我也怕。把你们手里的玉石碎片全部放到我的包里。这纹理
不是天然能够形成的，这就是那只强大又可怕的眼睛。随着时间沉浸，变成了这副模样。它根本不是雨。你会变魔术？碎片怎么消失了？啊，你看错了。我看错了，它碎成粉末就不见了。不对啊，我就用眼睛看了下它，就变成这样了。你捡的玉石碎片呢？快给我，不然我宰了你！我没捡到玉石碎片啊，你看错了。对啊，你没捡到玉石碎片，是我看错了。大哥，快逃啊！执法快到了。对啊，我在愣啥呢？保安下来的时间真是太巧了，堪比执法队啊！这下子倒是便宜我了。您好，先生，您在店里做什么？我刚从对面树玉斋买了块玉出来，花了我15万。听说藏宝阁货更好，就过来想再买几块。结果刚进来不久，就看到有人抢劫。你们看看，我损失了15万，这该找谁赔偿？这是劫匪的责任。我现在给你另立一个案件，到时候抓获了劫匪，如果他们有财产赔偿，就让他们赔。我刚才撞倒了货架，瓷瓶砸在了他身边，不会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吧？先生，我是警察，有些情况想跟您了解一下。我们只抓住一个，让另一个跑了。他们抢的东西就在那个黑色的皮包里面，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那东西是一个老头拿到我们店里的。今天本店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很抱歉，所以给大家每人准备1万块钱的红包压压惊，不管是本店的工作人员还是顾客都有。谢谢掌柜，这事儿办得地道，确实该如此。收个红包压压惊，刚才真的差点吓死老子。老子不差钱，但是收个红包确实可以冲冲霉运。各位稍等，我上去拿钱。我靠！刚才那保安不是说劫匪抢走的东西装在黑色的皮包里，被逃走的劫匪带走了吗？怎么在这名保安口袋里？这事也太巧了，该不会是个圈套吧？套路的只是那个死掉的大金牙。让你受惊了。哎呦，你怎么走路的？是你。我去，这保镖咋这么凶？老子只是没留神，不小心碰了胡丽丽一下。在盛海，你敢打老子？老子往地上一躺，考虑买大平层还是复式，讹不死你。住手！是老板。不好意思，胡总，对不起，在你店里刚经历一场抢劫，吓坏了，不小心撞到你了。哦，刚才你也在店里？我刚接到掌柜的电话，说店里发生抢劫，甚至是命案，就急着往店里赶。唉，今天先这样，回头再联络。事情刚处理完，胡丽丽就到了店里，该不会是急着查看那些预演碎片吧？今天这一切是她安排的局。肖先生，考虑的怎么样了？可以为我们顾氏珠宝当赌石顾问吗？抱歉啊，顾小姐，我这边突发了一些情况，已经返回盛海，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好吧，那看来只能下次合作了。这只眼睛竟如此可怕，透视、人体扫描、魅惑众生，放射杀人的光芒，移山倒海，构建空间门，时空停滞，简直一眼定生死，一眼逆乾坤。当我的眼睛升级到一定境界，也会像幻象中的三眼神族一样吗？你们不能这样，我只是一个学生，哪有钱还给你们？不能，你们不能到我学校来，我绝不答应你们的要求。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活着都不容易啊。云哥，你回来啦？催债的人找到你了。是啊，我爸妈早就提醒我会有这么一天的，不过我在学校里倒不怕他们。你父母那里准备怎么解决债务问题？一直拖延下去也不是办法。一些小债务我可以帮父母还，但最大的2笔债务，一笔是银行的，另一笔是高利贷，把我卖掉也还不起。我倒是有钱帮他解决，但没这个义务，又不是舔狗。现在我家里只有那块有问题的地，
其他资产都被法院暂时查封了。地？什么地？事情就是这样的，我爸拍下的那块江景房，在挖地基的时候，发现大量的流沙，整个地皮算是废了。所以无法贷款盖房，银行和高利贷还同时催贷，导致整个资金链全部崩盘。是的，欠债虽然是3亿左右，但其实只要把这块地皮盘活，所有的债务问题其实瞬间就能解决，最多只比以前多耗费几千万的利息。那上面不帮忙解决问题吗？我也不知道，既然拖到现在没有解决，可能是被什么人坑了吧，不然以我父母的人脉，不可能解决不了。那就只能走一天算一天了。是啊，没事的，云哥，你不要替我担心，我自己能解决。哎呀，都快5点了，不行不行，我得直播了。华夏5000年的历史都找不到3眼神族的记载，这应该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史前文明。咦，女帝时期几个淫乱宫廷的僧人都出自白寺，我记得那个3眼邪佛就是白寺的吧？受3眼邪佛影响的人，多为乱情淫邪之辈。开什么玩笑？我得到了这3眼异能传承，也没有乱搞。依然正直纯情、善良温柔。喂，云哥，我不甘心。不甘心又怎么着？忍着。我不想退出翡翠玉石这个行业，如果有机会，我还要再去赌石。还有那个马四爷，我正在托以前粤省的战友打听他的消息。行，有志气。打听出来消息，记得告诉我一声。那必须的啊！对了，咱们最近做啥呀？总不能一直在家里睡大觉吧？我想开一家翡翠玉石店，这一行就算不赌石，靠批发零售也能在盛海生存。哎，这个好，这个好，拉我一起啊！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嘞。天啊，翠园这么高端的博属区，怎么也会停电？我正和一个女主播 PK， 这么一搞，这一局肯定输了。这 PK 输了，可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有可能面临直播间特殊的惩罚呢。是谁？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事？小晴儿，你是不是觊觎我的美色？为什么在我的床上？我也不知道，我只记得停电了，来到你的房间，想让你帮忙修电，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居然主动抱住了他。幸好身体没有疼痛感，应该没有到最后一步。我怎么看到他就把持不住了呢？还有我花了几百块买的新衣服都弄坏了。造孽呀！怎么回事？停电了？原来是跳闸了。肯定是眼睛一役迷惑了许晴，再加上在梦中经历的那些场面，影响到他的神智。
吃吧，我做的早餐。那个，其实你先说吧。昨夜可能是我喝多了，本来想找你看一下为啥停电，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跑到你床上去了。但是你不要多想，我们没事的，我还没谈过恋爱呢。是吗？真巧啊！其实我也是。呸！我不信。不信你可以试试啊。你讨厌！我不想和你说话了。总算把这事儿应付过去了，还是许红主动找的借口。唉，诱惑技能以后还是少用为妙，不然就太禽兽了。也是时候去城隍庙物色个地方，开个店铺。云哥，咱们准备盘个多大的店面？城隍庙的问面房租可不便宜，大点的店面1年的租金就有可能上百万。先到管理处问问可有合适的门面出租，甭管多大，位置好就租。当然，也可以托中介问问情况。运气不错，有家古董店经营不下去，2间店面空了下来。不是，我特么又不是美女，你盯着我看啥？那啥，云哥，这家店铺你真带我一起啊？肯定带你啊，不然我喊你一起过来干啥？你以前带我入行，算是我半个师傅。我现在有赚钱门路，绝不会忘掉你。咱们初期总投资1000万，我投900万，占9成，余下的100万份额归你，占1成。谢谢，全听你的，我没有意见。你们把这个玉石展柜放在这边，然后把那个放在那边，好吧？哪位？肖总您好，我叫张婷，我是来应聘的。你们玉店的导购招满了吗？刚发布招聘信息，还没招满。待遇已经在招聘平台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你有意向，可以到我们店面谈。谢谢肖总，我就在城隍庙附近，1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我在店里等你。这个女人的声音怎么听着有些耳熟？温软富有迷力，可以做话务员。我去，这不是藏宝阁那家的女导购吗？把货架子撞翻，瓷瓶还砸在了我身边了。是你啊？你就是肖总，这也太巧了吧？是挺巧的，你怎么不在藏宝阁干了？掌柜的把我开除了，说我笨手笨脚，撞翻了货架，上面有6件瓷器全摔碎了，店里至少损失100多万，虽然没让我赔价。是挺笨的，幸好我店里不设货架，只有几个玻璃柜台，应该是安全的，不会撞到。好，既然你有导购经验，那就聘用了，底薪加提成的方式，包5险1金。你还有什么要求？肖总，如果再遇到打劫，你会保护我吗？什么鬼？这是什么问题？我又不是你男朋友。肯定会保护你的，因为从现在开始，你是我店里的员工了，保护员工是老板应有的责任。那我就没问题了。行，先这么着吧，这2天把相关资料交上来，大概7天左右就能正式上班了。好的，谢谢肖总。天啊，这老婆怎么了？不会是脑梗、心梗吧？谁是医生？快来救人啊！我就算是医生也不敢救，万一被讹上了呢？老老实实等救护车吧。我银行卡里可没钱。哎，是道德的沦丧还是心灵的扭曲？有人当街摔倒，竟然无人敢扶。他臭哥，他臭哥！活了！这小伙子厉害啊，把人救活了。你是这家店的员工吗？我是这家店的老板。好人啊，居然是老板。走，
我们进店去看看。这老板感觉怎么样？东西应该卖得不错。小伙子，感谢你救了我，只差一点儿就憋死了。我叫陆成，来自江浙，咱们加个微信吧，大恩不言谢。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一定尽力帮忙。陆叔叔，没问题。这男子是个讲究人，看穿戴和气质，应该非富即贵。我是萧行云，身后这家玉店是我开的，主要销售翡翠和玉石。以后有需要可以介绍朋友过来。有和田玉平安扣吗？我逛城隍庙，主要就想给自己买个平安扣，结果没买到，还差点噎死。哎，那位大师算得真准，说我今年命中该有一劫。有的，你进来看看。我们店还在装修，现在只有少量的东西上架。如果看不中，等10天半月之后再来，到时候会有大量优质翡翠玉石上架。请。就这个了。一般新买的玉件需要用清水冲洗一下才能佩戴，有洗却前尘、重新认主的意思。还有这个说法，我感觉确实有些不一样，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保护我。肖老板，不用找了，余下的钱就当是我请你吃饭。你救了我一命，这平安购是我今天逛了这么多家最便宜的。陆老板，等一下。陆先生，这怎么好意思？人情归人情，生意归生意，我必须找你钱。哎，陆先生，你慢点跑，别摔着。因为我们单位出来有活动，我不能离团太久，以后有时间了，我再过来专门请你吃饭。之前看他手机朋友圈，应该是个重要人员，难怪用现金。云哥，我打听到粤省马三爷的消息了，他就是一个开地下赌石盘口的赌鬼。下周瑞丽有个翡翠玉石展销会，他在那里也有赌石盘口。嚯，兵王罗大钊同志，既然查到了目标信息，那就开始动手吧。是断他4肢，还是灭他满门？我他妈哪有这个实力啊！我这不让你想办法报仇吗？好啊，本龙王立即召集10万部下，今夜兵发瑞丽，打断他马老四的4肢，灭他马老四满门。这个处理方案你满意吗？我不管，反正我把他的相关信息发到你微信了，你找杀手也好，找老部下也好，都随便你。可以嘛，死胖子在粤省的朋友还挺给力。马老四，原名马东华，职业赌徒，以前在澳市做叠马仔，因为惹了不该惹的人，被人打断一条腿，逃回了粤省，后进入赌石圈，手法狡诈残忍，骗了不少刚入行肥羊，因为越玩越大，曾活跃于缅国公盘，因技不如人，输得倾家荡产，被人打断另一条腿。马老四马东华是吧？那就瑞丽见吧。果然，玉眼碎片的抢劫案没有那么简单。黑吃黑吗？我操！没想到这个以摆摊为主的小商贩微信群，居然卧虎藏龙。惊天秘闻啊！藏宝阁的老板黑吃黑，惹上了盗墓团伙，人家下了江湖必杀令，要让藏宝阁血债血偿。你们知道这个盗墓团伙的老大是谁吗？人称王半仙，这可是牛逼的大人物啊！结果找上藏宝阁老板，人也被杀。那个被杀的大金牙就是王半仙的手下。这样的隐秘消息，他们都打听出来了。果然，玉眼碎片的抢劫案没有那么简单。玉眼碎片，别人也发现它的神秘功效了。事情都过去几天，云哥竟然躲着我，是不是玩不起？我一个女孩子都放下了心结，你一个大男人居然故意躲着我，什么意思？啊，云哥，你回来啦！我刚做好晚饭，正要给你打电话让你回来吃饭呢。许晴，你干什么？老想那件事。手艺不错嘛，我正饿着呢。好吃，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手呢。想不到吧？对了，云哥，最近几天忙什么呢？早出晚归的。
和朋友开了一家玉店，琐碎事太多，等装修完把货铺满，事情就不多了。开玉店？云哥生意做得这么大，你不是一直在城隍庙摆地摊吗？小本生意不值一提。啥时候开业一定要告诉我，我要略尽微薄之力支持一下。一定。怎么了，小新，你没事吧？我洗澡摔倒了，好疼啊，站不起来了，你进来扶我一下。好痛啊！云哥，你快帮我披上浴袍啊！啊，对，我这就去拿。这幅画面是我用透视眼都无法领略的美景啊！云哥，能抱我起来吗？我动不了了。啊，我什么时候力气这么大了？这抱一个女人感觉这么轻松，难道是吸收了玉的能量？我有红花油，帮你擦一下吧。嗯，谢谢。你想干什么？怎么就弄成这样了？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一见到萧行云就想要靠近他，主动凑了上去，变得如此疯狂，如此主动？为什么？难不成我喜欢他？我应该生气吧，还是说点什么？这呆子在干什么呢？哎，可是昨夜我是清醒的，每个过程都印象深刻。既然是我自己抱住他，哪儿还有能骂他？老公，累不累？我起来给你做早餐。我操，什么狠话都没有。也对，昨天这个称呼在夜里叫的太多次，短短一夜功夫就叫顺嘴了。不用了，你受伤了，行动不便，我去做早餐吧。小曲，为什么会这样？太羞耻了。老婆，早餐准备好喽，咱们该吃饭了，快吃吧。嘿嘿，单身1年，稀里糊涂就脱单了。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这是自己的选择。云哥真的是越看越喜欢。他的身体好强壮，昨天夜里他的眼睛也好有魅力。如果不是家里有一堆烦心的债务问题，我现在应该更幸福吧。对了，老婆，我今天可能会去瑞丽进货，你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答应你，等我忙完这阵子，跟你一起回家，看看你父母的债务问题能不能帮得上忙。我没事的，男人事业为重嘛。晚上有空的时候，记得给我打个电话或者发个信息。萧行云，想什么呢？家里固然好，正事要紧。这一次我准备单独行动，不仅仅要进货，还要赌石。马东华，准备好了吗？哥来了。连续好多天没睡好了。
一睡觉就会做一些奇怪的梦，应该是那预眼碎片的原因。关于三眼邪佛的预眼，已经发生太多灵异案件了，希望姬大师能鉴定出是什么东西吧。胡女士，抱歉，因为临时有事，我迟到了10分钟。姬教授客气了，是我唐突了。这就是最近圈内盛传的三眼邪佛预眼碎片。对，大致情况我已经在电话里跟您说了。自从得到这预眼碎片，不管什么时候睡觉都会做梦，哪怕离这些玉石碎片很远。什么样的梦？不同的梦，还是重复的梦？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个模样俊美的三眼男子，我记不太清很多事，甚至连他的模样都记不清，只是感觉他的眼睛很有魅力，非常好看，忍不住沉迷其中。梦境情节也不同，但任何一个片段都和这个三眼男子有关。在梦中，他似乎是神，无所不能，任何女人都臣服于他的脚下。我研究一辈子玉石翡翠，其中和古玉相关的灵异事件很多，有很多同行喜欢用科学知识解释，说古玉沾染了某种精神磁场，遇到精神敏感的收藏者，就会以梦境的形式一直梦到某一个存储的情节片段。但我不相信科学，因为有太多案例用科学无法解释。有很多古玉收藏者和你的经历类似，会梦到不同的梦境，有的梦境很美妙，有的却是噩梦，甚至会让收藏者惊恐难安，甚至自杀。季教授的意思是，我惹到了不干净的东西？我可没有这么说。季教授有什么发现？胡女士也是圈内有名的行家，应该可以看出这些碎片不是和田玉吧？对，明明一切都像极品美玉，却没有和田玉的结构。而且我找人用碳44鉴定过，可它的年份超过了10万年，也就是说碳14也测不出它的真正年份。是这样的。碳14测年份，准确的测试范围大约在4.5万年左右，超过这个范围只能算是推测。你看这上面的花纹并不是雕刻上去的，任何雕工都雕不出这种浑然天成的纹理。再看看它的内部，这种花纹里外一致，自然而协调，就像是从里面长出来的天然纹理一样。季教授，您的意思是？这很有可能是一块玉化的化石，也就是说，这很有可能是一只真实的眼睛。